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是咱礼拜已经要开始，请安静心，奏乐。宣调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伫意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这时，咱来献开圣诗，学了上帝。圣诗214首，圣诗214首，上帝慈悲无穷无尽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听咧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这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院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。上天
他就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5篇，伫圣诗后壁面。启应文第25篇，我来启，恁来应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用全部的心神而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人袂记得伊一切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一切病，伊叫你脱离死亡的陷坑，用慈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，伊用逐项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，互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勇壮。上主施行公义，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，上主有慈悲有仁爱，袂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伊袂久长责备，袂永远藏生气，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，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。东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，人咧，因的生命亲像草，因亲像野花生长无生，风一下吹就消失。无人会阁看到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伊的主权普及万物，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，证明伊命令的使者。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这声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这是咱暗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伫这个疫情中间，互阮大家阁会当伫遮，伫你的圣殿遮吟诗、唱歌、学乐你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！阮知你是阮生命的源头，是掌权天顶第一主宰。你为着阮来牺牲你的生命，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。阮真正是有福气的人。主啊，阮有时阮会拄着软弱，阮若呼求你的时，恳求上帝你时时刻刻教阮同在，因为阮知影你的恩典够阮用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常常伫阮的心内底，互阮会当得到安慰甲快乐，互阮有对主你来的信心甲勇气来面对阮每一天的挑战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也摇下阮的过错，无论是伫知也是毋知的代志顶面，求你照着你满满丰盛的恩典，甲慈悲怜悯来疼痛赦免阮的罪。求你毋通来离开阮，互阮照着你的话，会当常常来亲近你。亲爱的爸爸上帝，阮伫这个感恩的季节，阮要用敬虔感恩的心来祈祷听候你。求你的圣灵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赐下平安喜乐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来成做阮上大的瓦靠甲祝福。今日是你差派台湾新学院梁月梅老师来到伫阮的油厂教会，主啊，伊为着学校的事工甲需要来募款，愿你纪念伊的辛苦。也求上帝你，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致意伫这个事工顶面来踊跃支持、奉献甲带导。我嘛知今日是阮中职选举的头一轮，
恳求阿爸爸上帝你亲自拣选下你旨意的同工来服侍你，因为阮伫圣经中，你的教是安尼讲，你要摕啥物甲上帝同行咧？就是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甲存谦卑的心来甲上帝同行。求上帝你照着受选的人的恩赐，通来受你拣选，成做你好的管家。选出来的长职会当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你，也互因会当甲牧师同心同工，为着教会的事工尽心尽力。阮要将这个事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主耶稣你成就这美好的事。这时，阮也要将阮今仔日的聚会，对头到尾，拢交托伫主耶稣你的手中，恳求你，互讲的、甲听的，平平拢得到祝福。阮安尼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看圣经。歹势，先报告。第一，本会消息。本主日是大神的主日，咱欢迎梁月梅老师代表学院前来请安甲讲道，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。第二，小会公告。第一小点，本主日起召开临时好会，举行第22届长职的选举。本次要选出的长职有10名，执事25名，咱要先选长老，才来选执事。第二，本会推荐康信福长老、许林美长老、洪胜利弟兄、洪荣忠弟兄、余文诗弟兄、单瑞美执事、廖淑玲姐妹、江林燕姐妹、陈以琳姐妹为咱这届长职选举的选务人员。第三，敬请伫咱在职的成员会员伫礼拜前，伫咱主堂1楼的广场，甲敬拜中心的入口，摕咱的选票的兑换券。礼拜中来换取咱的选票，来方便咱来投票。第四小点，本届长职的选举，除了咱4个礼拜中来会当投票，若是袂当投票的，咱会当伫拜3的暗时10点之前，甲伫办公室来投票。拜4上午9点会伫教会3楼会议室来进行开票的作业。开票的结果会伫下周的主日来公告。第四点，有请教会公告。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，本会所有的相关的实体聚会已经恢复实体甲线上做伙来实施。请咱兄弟爱注意，以及遵守防疫的规范。第5点，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到12月12日前每主日下晡3点到5点举办，敬请学员准时参加。学师同工伫下晡2点45分，请咱准时参加会前的祈祷。敬请兄弟姊妹来代祷。第6点，下主日11月28日是咱2021年感恩节的主日，咱上午要举行感恩见证主日礼拜，互咱来孝顺主恩，向咱的上帝献上感恩的礼物。第7，下主日起，咱本会要发送2022年有请教会月历。咱今年的主题是台湾100年教堂艺术之美。请咱兄弟是以咱1户一个家庭1户，1份伫咱1楼的广场签名来领取。第8点，本会定伫下主日11月28日下晡5点，伫敬拜中心举行圣诞点灯的礼拜。会后，咱有准备淡薄食物，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。请咱伫今仔日主日进前，伫咱2楼头前的柜台报名，请小组长合作咱的组员来报名。迄天下晡4点半，有准备福音车对咱的教会来接送，这个相连的长辈到敬拜中心。若是有需要坐车的，请咱往办公室来登记。第2，具体消息就是第1，相助会合体教会林文教牧师娘伫11月10日蒙主温调安歇主怀，伊个伫昨来举行告别式，请咱相助会员来到相助会。第2，合作社第1小点，社员消费性计利率的贷款15万，年利率是3.6%，11月30日前截止。第2，社员在职军工教警贷款30万，
年龄率嘛是3.6%，嘛是伫11月30日前查止。第三，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利息是1.8%，欢迎社员若有意愿贷款，也是转贷请往合作社切顺办理。第三，赞美草的消息，赞美草要定伫11月27日下晡2点半，伫教会广场举办油厂教会赞美草17周年庆，甲赞美草的体验的活动。伊的主题是毋通失去你的笑容，欢迎大家踊跃往种子老师来报名。告解消息，请牧师。好，咱12月初四有中华福禄寿公布伫海埔教会有圣诞的赞美礼拜吼。咱的姊妹若要参加，就即个皮素珍队长来报名吼。那咱的福禄圣乐队有补助，今仔就是爱交500块吼，底下有自餐。第二就是过来即个后礼拜拜二吼。伫咱的文化中心纪念堂吼，有一个文感基督文化协会吼，这就是一个尤国雄牧师吼，甲因牧师娘真够写音乐剧吼，所以7、8有要做一个新剧，就是东方的圣诞女人的会。咱会当买一张票就送一张票，其实200块足俗，大家若去看真精彩，会当招无道的朋友去参加吼，这也是一个团福音的机会吼，好机会，请咱当甲办公室来买票吼。过来就是咱过去拢捌去访汉圣会，即满疫情，所以头一遍伊办即个线顶的访汉圣会，伫12月初四下晡2点到5点半，12点到5点半。有真侪真有名的即个咱知影伫韩国甲台湾的讲员吼，主题伫落尾日子，咱若要参加吼，会当报名。伫咱的主堂，这是免费参加吼，请咱把握机会。上落尾就是关于高雄中华伫今年抄写圣经的兄弟吼，12月初5以前爱交吼，安尼才有准算吼，请咱会当交办公室吼。来送入中会吼，感谢主，咱今日是大神的主日，毋过咱教会连续这几礼拜，为着22届的中级的选举吼，咱就调开这个临时的会会吼。咱今日毋知咱若会员的有换了这张对换券无？有啦吼，无去举手者，吼，叫人甲你摕来。你若会员，你无摕到对话券吼，安尼咱会交代这边甲斗帮忙一下，叫这个你徛起来，你徛起来吼，你咱无会员吗？吼，若无袂要紧，若无袂要紧，吼，无袂要紧，好，袂要紧多谢。像这咱顶届拢大概有讲过吼，就是咱即马拄啊疫情吼袂当讲所有人拢来遮礼拜，有人伫线顶，所以咱到拜三以前若无来，我若请会当来办公室投票吼。恁今日拢会收起，无共场收起。伫拜三拢投了啊，拜四会使伫咱的三合会期前吼，咱有一个选务小组吼，咱第2场咱会互大家看任吼，这拢是无参与选举，甲恁斗协助这个选务吼，中间特别有康长老甲林美长老吼，伊一届。长老吼，真诚要摕吼。好，咱请咱迄个选务人员伫咧，外口，你选务人员啊票咧？选票呢？那个迄个，敢拢无摕来？无迄个配分，无一张爱摕选票。哦，我无想遐济，我毋知讲选务人员工厂咱无交代摕选票来，干事无摕来，咱即场是要选举嘛，今年是11月2头一届，咱就是爱安尼，咱会先读圣经，先读圣经，先读圣经。
好，这是咱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第5节。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5节，有啥叫讲？伫旷野避办耶和华的路，伫沙漠的路，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。第4节，遮个山谷拢要吞互伊甜，大细的山头拢要拔互伊加，弯弯的要改互伊直，坎坷的要修互伊平。第5节，耶和华的荣光的确显现，既若有血气的，拢要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。愿上帝祝福伊所讲的话。咱即时俄勒，请符录献歌队。
感谢主，多谢咱的福禄圣乐队传咱俄罗上帝。而且咱迄个即马吼要进行咱即个选举吼，咱一定还有超过400人投票吼，咱才会过咱半数才会成会吼。虽然咱会当无工场，啊，搁伫线顶吼，啊，照咱的法规吼，就是爱过半数，啊，所以咱会若知影会当来投票无来吼，咱就甲因通知者吼。即马咱要来请咱的选务人员吼来换咱即张选票吼，啊，选票咱摕到了吼，咱要选10个吼，啊，即内底是16位，对即16位中间吼选10位，啊，咱拢有去投票，拢打鼓吼打鼓，啊，若无必讲一个吼，无必的吼。啊，咱的选务人员甲咱斗帮忙吼。啊，咱若交了，啊，咱就要来收了吼。啊，咱就后礼拜，咱礼拜四咱来参加吼，伫咱的周报，咱就会定出咱的选举的结果，甲咱报告吼。咱若是一届选10个拢选出来，吼，啊，咱这张罗选举就结束啊，吼。选不出来，再搁一届，吼，这就是安尼吼。啊，若搁一届就是。1点半杯吼，啊，若搁第3届就加一个，啊，咱望求上帝帮咱，互咱吼，逐个人同感一定，选的拢共款吼，安就一届就了啊，吼，啊，这咱爱祈祷吼，啊，咱若有摕这个票的吼，咱爱换这张票来投。因为咱毋知会选几届，所以咱就提早伫11月2日，咱正月头一个主日中集爱上任啊。有人有这个票无摕到，这个票若摕了，就要收转来，爱换转来吼。毋通交超过10个哦，10个以内是有效票，有效啊，若超过就。变废票哦，吼！咱咧选举咱拢知影。选了交了，请咱吼甲后安吼，拗一拗就好啦，免一拗吼。啊，咱吼，互迄个咱的选务人员吼，也甲咱收转来。咱袂要紧，家己选咯。啊，我另外小可甲恁讲，咱若后礼拜咱是点顶的礼拜吼，下晡时伫5点伫敬拜中心吼，若要参加爱报名吼，因为咱有备办庆祝吼，甲大家报告。若好，咱会当交互咱的选务人员吼。你也袂得着吼。来，迄个林美丁咯。你们上了来，啊，这张算收档。来，咱若好，咱就会当吼，交咱的选务人员吼。啊，兄这我先甲大家介绍，咱今日感谢上帝是咱台湾新人院的纪念主日。啊，台湾新人院有邀请学校的老师吼，这个
梁叶梅老师，伊是系统神学的助理教授，以后毕业了有去 Princeton 读册，美国吼，搁有去瑞士读博士学位，感谢上帝，伊会当转来台湾新人医服务吼。今日伊是迄个旧年有来即个林凤信教授吼，前的院长吼，嘛是真得意的门生吼，所以受栽培，转来教册。旧年老师来，今年换学生来，但是伊即马是大神的老师吼，咱感谢上帝。毋望咱常常关心伫新学教育或者新学教育祈祷，毋望会当培养好的牧者，会当伫上帝的葡萄园做美好的工吼。咱今日真欢喜，伊伫咱中间要来甲咱分享的信息，叫做上帝国的超前部署吼。即句话咱即马伫社会常常咧讲吼，超前部署吼。咱毋爱拗人还未写了。像即几礼拜，牧师拜托咱大家吼，较踊跃出席的吼。即几礼拜拢是爱选举，咱若无达到法定的票数，咱的选举变做无采工吼，变无效。所以请大家斗相共吼，互咱即个22届选举会当足顺遂吼，选出上帝要用的人来服侍咱吼，服侍上帝教会吼。还有吗？大概吼，不要紧，人家找到下。好，咱泡泡欢迎梁叶梅老师。各位兄姊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今日真欢喜会当来到咱高雄的教会。阮本身台语无讲足好，毋过我尽我的力来讲台语来甲咱来分享。头前咱三个来祈祷，亲爱的圣神，阮求你即时降落伫咱的中间，你开拓阮的心，互阮对你的话有明白，有得着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超前部署，拄仔咱牧师已经甲咱讲吼，咱今仔日咧选举嘛是一款超前部署，咱咧部署啥？明年咱咧部署了明年咱的教会要安怎来传福音吼？所以咧，基督徒伫教会内面，事实就是一款的超前部署吼。超前部署咱即马真实，尤其是咱台湾超前部署其实呢有两款的意义，一款呢是较消极的，就是会来防止灾害造成真害的影响，所以爱来超前部署。好亲像讲，咱即摆疫情，咱爱安怎挂喙安，咱爱洗手，咱爱注意咱的清气。另外一种嘛是咱台湾人真熟的，就是做风台。做风台的是，若新闻咧报的是，咱着安怎赶紧来买菜，赶紧来买物件吼。所以咧，这是较消极的。另一种是较积极的。好亲像咱即马，咱的政府有啥物？前瞻计划，咱高雄嘛有嘛吼，咱拢就知的。这是安怎？为着国家未来的发展，爱超前部署。咱拄仔的投票，咱这几礼拜的投票嘛是一款较积极的，为着未来教会未来咧准备的。阁有另外一款是教育性的，为着整个社会人才的未来。好亲像讲，咱政府即摆咧推动迄个2030年双语国家政策，即个大方向内面，阁有足侪足细遮个计划，遮拢是伫咧超前部署。所以，咱会当讲，超前部署就是为着要搞的大的代志，做全盘计划甲逐步执行的规划。安尼，咱来看，当耶稣吩咐咱爱来祈祷，讲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即句祈祷，咱爱来做啥物个款的超前部署？上帝国超前部署是啥物？
若是讲咱世俗的政府为着咱目睭看会到的代志，拢会做遮详细超前部署。安尼，咱的教会为着迄个要来的永远有价值的上帝国，咱做啥物超前部署？咱爱来问上帝国超前部署是啥？今日的经文歹势，我这字较细，毋过咱会当来看咱的圣经吼。今日的经文甲咱讲。有声叫讲，伫旷野避办耶和华的路，伫沙漠的地收平咱上帝大路。遮个山谷拢要屯互伊甜，大细山头拢要掘互伊过。弯弯要改互伊直，坎起来要收互伊平。耶和华的阳光的确显现，既若有火气的，拢要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嘴亲嘴讲的。这个时期的以色列，互人掠去巴比伦已经超过2-3代，有的甚至已经伫巴比伦安怎徛起真好，因无想要转去啦。所以咧，先知以赛亚伊门徒继续先知的使命来讲，人则无爱听的话，啥物话伊无爱听？你爱离开你即马徛起的所在。先知呼吁，当时生活真舒适的遮犹太人，爱离开虚华的巴比伦，转去到迄个拍远真久的耶路撒冷，爱转去重建圣殿。先知吩咐因的百姓，爱离开因的舒适圈啊，爱离开遐个狩猎的身份，爱定心转去到上帝拣选因的迄个时，就是耶和华。利用的百姓，因爱转去重建圣殿，重建敬拜，搁一摆建立甲耶和华上帝的关系。咱会当讲，甲上帝的关系恢复的时，耶和华的荣耀就是上帝国，就会因为以色列的敬拜，搁一摆显明互世间人看。总是耶和华的荣耀爱显明，上帝国爱领导。这是安怎有过程的？以色列爱转去耶路撒冷的路，必须爱经过旷野。耶和华爱因离开虚华的巴比伦，进入旷野，事实上就是爱因安怎伫旷野内面，伫转去的路程中来经历为耶和华的荣耀来修平铺平大路。以色列转去耶路撒冷。耶和华荣耀显现的大路，原来是伫沙漠、伫旷野内面。旷野、沙漠是啥物的所在？旷野、沙漠是真危险的所在。上时，旷野、沙漠嘛是以色列拄着上帝的所在。毋通袂记伫以色列捌伫旷野安怎出埃及啊？因日时看到云条，暝时看到啥火条，有偌侪年，40年久啊！伫遐的日子内面，因暝时、日时拢甲上帝同行。我毋知咱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渴望甲上帝同行？经历上帝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。上帝是伫咧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拯救主。但先知呼吁因爱搁一摆安怎进入旷野内面，就是爱因伫拍远的旷野内面修平主的路，为耶和华荣耀显明，为上帝国领导来做准备。旷野是对，是啥物？人的心就是旷野。所以，咱爱伫人的心内面修平主的路。以色列在旷野40年内面，是咧认识啥？认识顺摊上帝带领，认识做上帝的百姓。咱会当讲，以色列伫旷野内面爱避办的是因的心嘛，爱修平的路是伫因的心内面，迄个心内面的路。为着主进入人的心，避办道路，避办人的心，就是咧修平主的路。无问着，避办人的心，就是咧修平主的路。因为上帝国大神爱临到的所在，是伫个人的心内面，
伫路加福音内面，法利赛人问耶稣讲：上帝国啥物时阵会来到？耶稣甲因讲：上帝国来到，毋是目睭看会到的。人袂当讲看伫遮，嘛袂当讲看伫遐，因为上帝国就伫恁的心内面。上帝国毋是雄雄对天来出现的，上帝国是大神爱临到咱的心内面的，就是遐会互信心带领内面来悔改顶头心的人的心内面的。上帝国爱临到，人爱先互信心来改变，人改变，社会才会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带人做门徒是耶稣就天进前最后的吩咐。上帝国是掠基督最头的国度，基督爱大心成做咱个人的主，个人性命的王，才会成做咱众人的主，团体的王。上帝国爱大心伫人的心内面，才会伫整个社会中来显明。当咱祈祷上帝国临到地上，上帝旨意实现伫地上的时，迄个地上大心是你我每一个人的心，陪伴人的心，就是伫咧受病主的路。上帝国应允是心内送香的人，天国是因的。上帝国应允是心内送香的人，得到丰盛的性命。耶稣讲，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伫保罗拄着耶稣了后，伫侪年的反省、思考甲服侍里内面，伊体会到耶稣基督互咱人的恩典，是改变咱人的性命，互心内送香的人，成做心内有生命活水的人。保罗安尼见证讲，因为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，伊本地好业，为着恁成做送香。要互恁对伊的送香来成做好业，心内送香不一定反映伫咧外表。心内送香的意思是啥？是生命内面无活的水泉，这是生命会愈来愈无溃来的原因。这是咱的服侍会愈来愈无溃来的原因。无认捌上帝，毋知影上帝国价值观，袂捌体会过福音真理。这就是咱心内送香的原因。若是安尼，人人拢会活伫无认捌真理的价值观内面。社会中人甲人的关系，若毋是因为福音来结连，即款的关系到最后一定会拍破。心内送香，无认捌真理福音，就是一个社会放弃最后最主要的原因。2-3个月之前，塔利班上台，我想大家伫新闻顶面拢有看到一个塔利班吼。塔利班上台，造成咱国际社会真不安。因的思想虽然是互激化的极端，总是的确是表达伊斯兰信仰所带来的价值观。其中上届引起讨论的就是啥？因对女性的态度。塔利班对1990年就台了后，就结束女子大学，因限制10岁以上的查某囡仔袂当受教育，袂当去上课。伊无允准妇女出来工作，因限制妇女的医疗，限制因的清查，限制因伫都市内面的行动。佮因讲妇女啊，恁袂使笑伤大声。袂使安怎笑甲互恁厝内面查某人以外的查某人听到，这是真好笑的代志吼。妇女伫咧因的社会内面袂当伫公众场合抛头露面，这所表达有一款价值观是啥？女性毋是独立的个人，是属伫查某人的物件。事实上是伫咧讲。女性甲男性毋是平等的，毋是平等的受造物。遮咱看到一个社会，若是袂捌体会过福音真理，无认捌耶稣就是基督，
袂捌经历过迄款世界的力量，就是会当甲世界价值观颠倒变迄款的力量，人甲人的中间无可能有真正的平等，真正的互相相听。虽然因有可兰经，因的可兰经内面嘛讲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咱看到西方的社会拼性命，想要甲自由平等才的思想介绍互因，总是若无基督道成肉身，若无看见上帝囝真做人，就是爱互人真做人，就是爱互咱的旧人真做新人。若无看见耶稣基督来是为着即款的代志，人甲人的关系无可能有真正的平等。想要改变妇女的地位，好亲像安怎无彩工。所以，若要彻底改变因妇女的地位，上解根本的方式，就是对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心内创伤的生命孤单、社会混乱，唯一的解决就是传基督的福音，以基督的福音来陪伴咱的心。宣扬上帝国价值观伫人心内面的旷野，为着上帝国领导来陪伴道路。无毋对，对心内创伤的人来讲，福音的应允就是天国是因的，这是耶稣的应允。耶和华的应邀是透过人活出上帝国价值观来显明出来。我再讲一摆。耶和华的应邀是咱人会当活出上帝国价值观来显明出来。对安尼宣扬教导上帝国价值观，就是为着上帝国来陪伴道路。咱会当讲，神学教育就是为着上帝国来陪伴道路。毋但是伫咧神学院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咱的真理的教育嘛是伫咧为着上帝国陪伴道路。基督教教育所传的，毋但是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搁较是透过传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显明上帝国价值观，指出啥物是上帝所喜爱的，啥物是上帝的旨意。咱兄弟姊妹，若是会当参与伫神学教育内面、真理的教育内面，就是为着上帝国在陪伴道路，陪伴人领受耶稣所应允的迄个上帝国。事实上，神学教育就是马街的宣教方式。1872年1月，马街来到高雄来找李修牧师啊，咱拢真熟咱的李修牧师。李修牧师是英国长老教会派伫咧台湾第一个牧师宣教师。马雅各是医师吼，李修是牧师，牧师宣教师。迄当阵马街搁咧敲找伊的宣教区啊。伊来到高雄，对着李修牧师伫高雄、屏东遮宣教，并且学台语。伊所接触的头一群充满福音热情的，就是伫咧高雄的教会，嘛是伫咧李修牧师做伙基督的中间，马街确信上帝爱带领伊对北台湾去。咱会当讲。事实上，李修牧师是马街伫台湾头一个属灵师傅哦。根据马街1870年所写的，迄天伊对着李修牧师伫凤山，就是咱埤头遐，对早起到暗时，迄天是伊到伫台湾头一个礼拜日，咱大家来约，因迄天礼拜日有几场的聚会，4场吼。真无简单哦！早起聚会礼拜，亲像安尼；中昼祈祷会，下晡聚会，暗时聚会啦。一天有4场的聚会，才会当讲是咱特会进行的吼。过顿工，李修牧师伫伊的批内面安尼写：昨日马街甲我去埤头礼拜堂，就是个凤山吼。伊真欢喜看见满满拢是人，阁有一大群慕道友甲咱讲，因是领洗礼的候选人啊。上解互人欢喜的是，咱即位真优秀的兄弟，就是马街决定爱留伫福摩萨。
希望伊学了台语了后，会当去淡水，为了加拿大的教会建立宣教的基础。这个重要决定对咱是真大的鼓励。伫遮，咱会当看出我甲马国医师长期以来祈祷得到上帝应允，就是咱一直咧祈祷，希望西方的教会、西方的正名的教会会当互咱帮赞。伫遮，咱看到李修牧师对台湾人福音的迄款热情，伊不断为着还无宣教师的地区在祈祷，伊对安尼来为上帝国领导备办道路。咱会当讲，李修牧师甲高雄的教会是帮赞马街实现伊的号召的最后一支推手啊！因为咱台湾教会帮赞马街实现伊对上帝领受来的宣教方式，就是神学教育，以神学教育来建立教会。啥物意思呢？马街1872年到3月，到伫咧淡水，头一个月就甲阿华、严清华收做头一个门徒。1年了后，伊已经有5位门徒来受洗。半年了后，伊伫伊的日记内面写：清早甲一群少年人做阵做工，骂人的时间过了真紧啊！这是偌尔啊接近我心内面所想的。好亲像我对加拿大开始就一直咧祈祷5万的情形，即马已经完全咧实现。伫伊的自传《Formosa 记事》进前咱翻译做台湾遥记，伊嘛写搁较清楚。阿华来拜访我捌求上帝，互我得到头一个信主的人，是一个聪明有活力的少年人。这是我还未到台湾进前就切切向上帝祈求真久的代志。即马因为阿华的出现，我知影上帝听我的祈求，我心内对这个代志是遐尔啊决心。所以虽然阿华即马看起来还无要信耶稣，毋过我暗时已经因为感激无法度来困落眠。伊阁讲。还未离开加拿大以前，我的心内就已经咧设想，爱对本地人来为着本地教会做工，对本地传道人来为着本地教会做工。我的祈求得到应允，阿华的出现，好亲像已经显明教会头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。以神学教育培养本地传道人。建立一个本地宣教团队，就是马家的宣教方式。爱对本地人来做本地的工啦。挽喙齿、医疗、旅行等等，这个拢是咧实现神学教育宣教方式的帮赞。因带台湾人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教导上帝真理，这是马家的主要方式。马街伫咧1898年来台26年的会告内面，伊讲所有上课的内容，拢是为着爱陪伴传福音的人去传讲基督，甲伊顶十字架。牛津学堂就是神学院，是为着即个目的来建立，无有别项。伊阁讲。我离开我的故乡，来到一个无信耶稣的所在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无有别项，就是爱传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。为着安尼，我常常规暝无困，罕得一暗困超过3-4点钟。伊是少年人，你毋是是大人，是大人困3-4点钟差不多啊。啊，少年人，伊讲伊罕得困3-4点钟，真个头壳。规个头壳拢咧想安怎为着耶稣做搁较侪工。我决定爱带少年人，爱带青年啦，互因甲我做伙传道。咱毋那伫城市庄骹宣讲耶稣，咱搁进入只有3-4间厝的小部落，伫原住民的部落来传道。以即款的方式，咱变行北台湾。去年的中间，我住伫淡水的时间只有175天，偌济6个月无够吼。伊讲，咱的确受苦，经历艰难，毋过我无啥物功劳，一点仔拢无，因为只有耶稣配得，因为耶稣
为着罪人来死，我敢若是传耶稣的名。马偕伫台湾28年的宣教，无有一天离开即个目标，就是传练会当对本地人传福音的本地传教师，甲圣经妇女宣教师。伊毋但锻炼查某囡仔，嘛有锻炼咱的查某囡仔。甚至马偕是在最后一天的时阵，伊伫破病真严重的中间，伊半暝走到去教室内面，爱互学生考试。因为迄当阵是5月底，学校爱结束，结束了后，学生就爱去教会。伊性命要结束之前，伊搁咧想安怎来教育学生。马偕训练出来查甫和查某的传道人，会让普通人传，互人悔改，带来生命的福音，嘛会当甲遐个不教和尚、读册人辩论永远的真理。伊嘛会当对遐个热情的原住民宣扬创造主的美善伟大，嘛会当对遐个保守的汉人妇人人来细细分享耶稣基督牺牲的疼。神学教育培养本地传道人，就是马偕为着上帝国临到台湾的备办方式。伊教导福音真理，伫台湾人亲像旷野的心内面，为着耶和华的荣耀备办道路。台湾神学院150年以来，风风雨雨，阁是伫上帝保守内面，为着上帝国培养一代搁一代的传道人。马偕的上帝国超前部署，就是培养传道人来建立教会，传福音真理，带人信主，为着迎接上帝国临到地上来陪伴人的心，这就是上帝国超前部署计划。咱会当讲，上帝国超前部署计划就是咱教会，兄弟姊妹，咱教会就是上帝国超前部署计划。教会就是透过有形甲无形的敬拜，显明上帝国价值观的一群人。教会超前部署是神学教育，来培养传道人甲服侍者。马偕来到台湾是为着甲主耶稣的福音传互遐无听过福音的台湾人。伊教人读册，目的是爱当时的台湾人用平常时所咧讲的语言来读圣经，来听福音，来传福音。医学是为着要备办福音来做。搁较正确来讲，伊做所有的代志，包括种植逐款的花草、树木、食米、捡石头、做标本，拢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。伊做所有的代志，拢是为着爱宣扬福音真理。总是咱长老教会现今好亲像无安尼。我来到咱台湾的教会，特别是高雄，我感觉到咱高雄的教会实在是比北台湾教会搁较有活力，信仰搁较顺。特别是咱的油厂教会吼，伫牧师的带领内面，咱8点的礼拜有遮尔多热心的人来参与，搁较今日这几礼拜是咱选举，拢会当看到咱信徒对咱教会、对宣教、对传福音迄款的热情，我感觉真感动。我嘛伫遮吼拜托大家为着咱长老教会所有的教会来祈祷。若是所有的长老教会拢会当亲像咱的油厂教会安尼，咱长老教会真正是复兴。毋过我即摆要讲的就是整个的现况。咱长老教会现今整个来看，啥物代志拢有，毋过有一件足无力，甲咱油厂教会无共，就是传福音啦。整个来看，咱长老教会少年人来减少，少年人拢慢慢离开。我常常感觉。减讲，咱长老教会就是迄个真富古的少年官。当耶稣讲卖掉一切来跟着我的时，是毋是有人就会真优秀来离开？文化、政治、资讯、教育、医疗，咱啥物拢有，咱真富有。反倒转真做军队耶稣的택爱，咱背包袱真重。
直到咱袂当紧走来跟对耶稣。复兴毋是为着恢复过去的荣光，不断想要转去到的 good golden old days， 过去美好的黄金岁月，不断想要转去这日子，是异教自然神论的巡回轮回的想法。基督教对时间的了解是直线直线的，因为安怎时间是受造，是上帝创造的，有开始嘛有结束。启示录内面所预言的基督国来，带来新天新地，临到地上，这就是时间的结束。对安尼，咱讲的福音应该是安怎？往前来看，往未来来看，甚至是对迄个咱无法度想象，毋过一定会互咱行一条迄个未来来看。因为上帝备办总是超过咱所求所想象的，所以咱基督的复兴是一款安怎激活啦 ，revitalize， 互活起来的想法，互过去困去的望伊会当精神，互过去是死的无生命的望伊安怎充满生命活力。过去是主死罪来活的，望伊安怎主来活，罪来死。复兴毋是恢复咱基督教会过去的荣光。乃是爱互咱长老教会困去的教会会当安怎醒起来啊？备办好，今早来跟对主。愿圣神互咱的灵魂精英清醒，努力为着上帝国领导来超前部署，互咱期待上帝国领导地上的即个祈祷，毋乃是干那嘴咧讲尔，佫较是有行动来回应。最后，容阮我用马甲所写的字来做祈祷，咱用祈祷的心会当看搁好，来听我来读。当阮开始福音宣告的时，阮无惊吓，因为阮相信交托永远的上帝，因为上帝就伫阮的头前、阮的后面、阮的倒面、阮的正面、阮的内面。甲阮的顶面，阮有上帝永远的保护。愿耶稣，阮受高举的救赎君王，保守阮正人甲正教会，无论是伫咧近近的所在，还是远远所在，拢会当成做真实搁正宗的，直到伊搁来。因为地上的国，最后会成做阮主基督的国度。愿台湾即个都市，伫教会袂捌停止的福音行动内面，听候伊全部旨意的显明。愿伊荣耀的国度显明伫台湾即个土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个人真正感谢有即个机会会当来到咱的教会请安。我是今年二月才对瑞士毕业，会当来到转去到我的母校台湾新海医来教册，实在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个人对教会对新海医的支持，搁较是感恩，因为我是师资培训计划，就是学校支持我完成我的学业，所以真正感谢正教会对新学教育的支持。我有带一个影片。我有带一个影片，是咱学校的请安的影片，嘛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真正用祈祷、用奉献来支持咱的神学教育，就请咱的干事会当放即个影片互咱看。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，被开发了，变远，各种能力爆棚，变得更近，正让人头痛，完全没距离，紧密结合。去年疫情爆发以后，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，因为有提前准备，
互阮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，会通平顺面对。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开礼拜堂中间，阮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，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，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。立案了后，台新志意提升学术产出，努力产官学的合作。感谢主，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。这个全面性的通过，无仅代表新的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、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的贡献。今年3月底，南寮完成整修，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新的教育顶面的需要，出钱出力，斗阵完成的工作。伫准工礼拜迄天，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，倒转到学校，甲阮相甲欢喜。伫南寮完成以后，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。第新学期的开始，台新必须凭着信心，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。今年的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。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，甚至是婚礼、丧礼，只有会当用网络来进行的时，你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，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，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，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，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，真实的敬拜甲祈祷，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，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。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，这是上歹的时代，也是上好的时代。当然，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。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，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，实在无法度达成。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。邀请立位兄弟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新学院，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，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，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付互阮的使命。好，现在咱要来为着台湾新人去奉献吼。咱这个诗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来进行奉献吼。感谢主吼，台湾新人院有培养真侪上帝国的工人吼，伫各所在服侍吼。但牧师吼，厝内有4个读新人院吼，3个是台湾新人院吼，3个台湾新人院，牧师娘甲阮后生新妇拢台湾新人院校友吼，感谢主！伫台湾新人院的纪念主日，咱少年因对神学教育的付出，为因祈祷，毋望有好的牧者、有好的工人，我相信会带来教会祝福，会广阔上帝的国。所以咱即摆咧做即个神学教育，咱咧奉献咧祈祷，就是超前部署。即个头先一句台语讲。提前准备应该是提早准备啦，吼，提早准备，吼，咱就要提早准备。你若无提早准备哦，准备无好势，当代志拢无好。所以神学教育就是上帝国度的提早准备，真正是讲了真好吼。感谢主，咱来请咱的执事来受奉献。
也即咱有一个奉献录啊，吼，咱会当用即个来为着台湾新人去奉献。望咱也会当祈祷啊，咱教会也有一个嫂姨吼，即马应该伫遐读研究阁有3年吼，连要毕业，咱望咱阁有人会当进入新人院，来，咱请这次是奉献。咱已经有人阁备办要阁考新人院，所以望较侪人会当来收装备，会当做主的工人。这今日来金奉献的诗，爱情愿和你演出共他的心，我的在情你救赎。请咱按头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今仔日计当载着礼物来到你上帝你的面前，奉献互上帝你的路用。阮安尼献上祈祷，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请咱犹原徛咧，来唱祝福的车曲399首，吟诗说，咱要请陈牧师祝祷。恁通平安去，有主伫恁的心内，互恁无惊惶自在。上帝国伫恁的心内，互恁会当拢会当思想上帝国的事。上帝是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，伫伊无恶正的事。我可以凡事拢的确为正，互恁会当透过祈祷，透过奉献，会当关心伫神学教育，会当搁欢喜鼓励人来献身做主的工，会当提早准备，通备办上帝国的降临，伫地里那像伫天里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阳光遍照恁，也用慈悲款待恁。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
谢谢啊。
，test 1、2、3 ，test 1、2、3。哎，我们来试一下麦克风吧。哎，这样是 OK 的吗？test 1、2、3 ，test， 哎嘿 ，test 1、2、3。国宝，你要不要下来听一下？全部的声音都非常的奇怪。test 1、2、3。test 1、2、3 ，test， 来，大家试一下自己的麦克风一下。test 1、2、3 ，test 1、2、3，有。test 1、2、3 test。好，来。好，来，每一个人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，听一下声音跟那个 ，O 不 OK？ 来，你看姐姐做好了，你们也要做好，对。有 test， 好，来哦。啊，乐器都有声音吗？乐器。bass 没有声音 ，bass。test。哎，你们都有了吗？都可以吗？麦克风可以吗 ？OK 哦。有。哎。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来试一试哦，好不好？乐手都好了吗？都好了吗？啊，语文 OK 了吗？再等一下。啊，第一首的 key 不要弹错。OK 了吗 ？OK 了哦。好，我们，国宝，我声音 OK 吗？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就来开始做预备。好，一起祷告啊！今天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早晨你的主日就是主你复活日子，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的来赞美，一起来敬拜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纵使无论刚刚过去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影响着我们，主，我们要奉你的名，圣灵高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来专心的来敬拜神，专心的来歌颂主。主啊，这个时刻我们为着所有的音响的设备、所有的乐器，还有每一个同工，都向你来仰望，求主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今天早晨的敬拜成为馨香的活祭来献给主。主，愿你这个时刻再一次的来与我们同在，帮助在整个聚会从头到末了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试一试来。流奶与蜜之地，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。好，没有声音是不是？再一次啊，你说哪一台琴的声音？哦，监听是不是？国宝，你可以先来这边一下吗？因为他们可能有些状况。
了，是不是？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看，都有了吗？都有了哦，都有的话就可以了。好 ，OK。星星看见牛来玉米之地，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甩开无形之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生命宣告。再一次来唱星星看见流来玉米之地，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甩开不信实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巨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生命宣告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生命宣告。我要得胜得胜宣告，应许全部降临到，我要得胜得胜宣告，荣耀的天降临到，我要得胜得胜宣告，允许祝福降临到，我要得胜得胜宣告，荣耀恩典降临到，我要得胜得胜呼喊，耶稣你为我征战，我要得胜得胜呼喊，忧愁惧怕都逃跑，我要得胜得胜呼喊，耶稣你为我征战，我要得胜得胜呼喊，忧愁惧怕都逃跑，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天天唱，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，盼望能力都因。再一次哦，那个要记得那个，然后第三次升 key 那个我要唱那个我要高唱哈利路亚那边要记得之前要收一下，知道吗？啊，然后再升 key，先升 key，然后收一下，然后再进来，然后 bridge 那边然后接到副歌记得要那个收掉，不是收掉，就是那个当当当当，对 ，OK， 再之后从那个bridge 的第二次 bridge 的第二节，然后第二次准备接第三节 ，OK， 好，我要得胜呼喊那边，第二节，第二节的第二次要接第三节 ，OK， 好，
我要得胜得胜呼喊，耶稣你为我征战。我要得胜得胜呼喊，有仇惧他都逃跑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天天唱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唱。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。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。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收太快了，再长一点好，再收，最后一次就好，还要结束的 ，OK， 所以要长一点的 ，OK。好，1、2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OK， 下一首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亘古就有。你的威严威仪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主啊，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，你的旨意鼓应该要进来一点点，鼓要进来一些。你心事不改变，应许永不落空，掌权到万代，不能震动。我敬拜尊崇你，生命将荣耀归你，你永远长存，权柄永存不息。为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再来君王。我主你的国度，从亘古到永远。PPT 再帮我们快一点，因为他这首歌会连着，他这首歌会连着下一句，所以要快一点播放。OK， 谢谢。再一次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亘古就有。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主啊，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，你的旨意满有智慧，要成就。你心事不改变，应许永不落空。在
生命将荣耀归你，你永远长存，权柄永存不尽。为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再来君王。哦，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。我敬拜尊重你，生命将荣耀归你，你永远长存，权柄永存不尽。为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再来君王。哦，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。收那么干净吗？要记得那个哦，还是要好，来回音师。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来跟随你的话语。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，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定义为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。焚烧中的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求，悔改你宝座前，同心合一，顽强壮胆，往不跌下去。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，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。主，
宣扬你生命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救。桌前，同心合一，刚强壮胆，往普天下去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救，建立你的教会，传扬福音，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救。为高桌前，同心合一，强壮胆，往普天下去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救，建立你的教会，传扬福音，
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。你有期待吗？阿门。你有期待吗？阿门。好不好？这个时候，我邀请大家同桌一张站立起来。这时候，我们要先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要在圣殿当中同心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，预备我们自己。好不好？这个时候，我邀请你把双手放在我们的心上，为我们自己来代求，来求主。这个时刻，圣灵要高抹在我们当中，让今天的聚会，每一个人从前面到后面，从左边到右边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属神的儿女的人，都要领受从天的祝福。Amen。好不好？这时候我数到3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。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在今天聚会当中一起开口，向神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在早晨可以来称颂你，主啊，你配得赞美，主啊，我们要称谢你，主啊，这个时刻我们人人都仰望你，求邀请你的圣灵降下，高某充满运行在这里，主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让在今天早晨的聚会掌权作王，主的宝座设立在这里，让你的教会要大大来高举神的名在你，谢谢主，赞美你，将所有一切荣耀、颂赞都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，Amen。好不好？这个时候，我邀请你，我数到3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。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呼喊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赞美那得胜的主 ，Amen。一起来拍手。信心，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闪开只是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的神。再从头来一次来宣告我们的信心，信心。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闪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的神有大